因为东汉光武帝的时候，南匈奴臣服于汉朝，住在河套地区宁夏黄河沿岸一带。汉朝之后晋三国时代西晋、东晋，然后南北朝，五胡16国。你看也有跟姓刘了，你看。匈奴的先祖说是夏后氏的苗裔，曰陈伟，纯一义的纯为是为巴德的为纯伟。参考《史记匈奴内传》，史记匈奴内传呢，